仔係咪用邊角料就可以切好多嘅豬出嚟？答案當然係，真正嘅豬做出嚟並唔簡單。首先，豬仔嘅選材好苛刻，每一粒豬咧都出自同一塊板面，仲要顏色種水、質地均勻，所以佢耗材好大。另外，做豬仔嘅難度其實比做手握仲難嘅，佢就要將翡翠切成一粒粒，跟住就要打磨、拋光。好嘅豬仔，我哋全部都係用手工磨出嚟嘅，因為豬咧係圓形結構啦，代表住圓圓滿滿啦、豬圓肉潤啦。今日呢兩盤貨咧，就係為一個粉絲今次咧特意想請條豬咧俾佢家姐，佢家姐從來未戴過手鐲，希望佢家姐咧通過豬仔中意上翡翠。呢個粉絲咧對玄學係好有研究嘅。呢啲嘅豬仔咧，都係之前就影過俾佢睇，佢自己相當中意。咁日常嘅搭配，除咗我哋認為用一啲白冰去做一個日常佩戴，同樣咧呢啲帶色嘅珠鏈咧，佢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因為未見過佢家姐，所以咧亦都揀一啲唔同嘅顏色俾佢嘗試。大家睇睇，我戴上手嚟一條白冰，再加啲情底，再加啲飄花。所以其實佢每一條嘅感覺都好唔一樣嘅。嚟到我哋呢度實體去揀嘅時候，你就先知道邊一款更加啱你嘅膚色啦。喺前面睇嚟請翡翠一定係啱自己，就係最好嘅。你中意嘅嘢，只要你自己戴上去，你就可以心情舒暢、賞心悅目。中意手珠嘅，不妨喺我手上隨花串，關注詞典買翡翠唔踩坑。